近年來，國內養蜂產業面臨蜂群弱化、病蟲害增加以及氣候變遷等多重挑戰。如何建立優良蜂種，提升蜂群適應力，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。台南青農康梅鄉與苗栗農改場攜手合作，透過挑選強健雄蜂，運用雜交性狀保留技術育種，成功保留優良基因，不僅提升蜂群抗病能力，產蜜效率也增加大約30%，展現育種技術成果。產銷班長康梅鄉為了突破這個困境啊，他近年來積極跟我們的這個農業部苗栗區改良場來這個配合，然後透過我們這個改良場一個那個蜜蜂的雜交性狀保留技術。這個技術移轉，那成功培育出新的這個蜂種。我這一支算是新加進去的，它一支半的蜂，它就可以做這樣一支的蜂巢出来。所以它的能力是蛮強的，它的能力吐蠟能力也不錯。然後它现在目前生產，它的產區已經都升到80%，幾乎都全滿了。幾乎都全滿了，所以其實它的能力是不錯的。那以這一季，上一季有採蜜量測試啊，這一季沒有，因為下雨了。再怎麼樣的高產能的蜜呢，其實遇到這一季也大概不太行啊。那我們還是有一個原則，不管它的性狀再怎麼好，後天的管理一定很重要。其實管理更重要，這樣子的蜂種是提升我們在育種的情況之下，讓自己的蜂種不要一直弱化。但是呢，我的建議，後天人為的管理跟病虫害的防治更為重要。成果發表會也吸引來自全台各地蜂農到場觀摩交流，不少同業對於改良蜂種成果表示肯定，也期待相關技術能持續推廣，帶動整體養蜂產業升級。其實我們養蜂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清潔能力。那其實我們自己是非常難去挑選這樣的品系的。那剛好今天又有就是苗改場他們的技轉，所以又加上我覺得梅鄉他自己是一個非常努力而且認真的人，所以我會相信他育出來的蜂種是值得信任的。農業部苗栗農改場歷經5年研究，以清潔力及採蜜力作為主要選育指標，透過品系篩選、性狀評估與雜交改良等技術，成功培育兼具耐病性及高產蜜能力的優良蜂群，並完成技術移轉。目前這首批300隻優質蜂王已正式開放訂購，未來將持續擴大培育量能，滿足全國蜂農需求，協助提升蜂群健康與生產效益，推動台灣養殖產業朝向永續發展來邁進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